幸福好趣味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，主席啊，水赛，今日我看到你种迄个大家功能啊。因为吼，我甲你讲，我顶边吼，就是学了我的炒泡面。哦，炒泡面。好啊，阮某含阮查某囝吼，两个出去佚佗吼，甲阮两个爸仔囝吼等伫咧厝里，所以吼，我用咧炒泡面吼，互阮囝食一个吼，学了会当。学了啊吼，食多好呢！今日我到纯正知吼，甲炒泡面有共款的意思，即个香菇笋仔肉糜、猪糜。咸糜，咸糜啦，这上啥一鼎就哦，后菜有肉蛋。你若要安尼食嘛会用的，啊无若是去吼煮一下鸡卷咧。哦，还是红烧吧。哦，真。煮鹅仔酥哦。咱注意足来行对的，足熬食的啦。来食。来，注意，麻烦者吼，来，你这个。安尼啊？咱已经用青米落煮吼，哟，会愈好食。啊，我下昼吼。下豆多好，我杀一块白皮肉吼，迄汤吼，把煮当做迄个高汤，就唔爱拍酸。哦，杀猪肉汤。你先甲落个辣椒，我先来切笋啊。辣好卖条鼎吼。你煮糜吼，你为人第一开始吼，拢袂晓迄落。啊，弄落来啊是啊。弄落，袂晓要拿辣的吼，会弄个条鼎。你知囡仔时阵吼，啊，你带阮阿公因遐，因拢有，因咧煮饭吼，拢有暗。暗是足营养的。对。即摆人吼要食到暗，足少的。足少。你都要有加点做有棍糜，才有暗通食。啊，以前吼，我迄阵是定等于阮迄个外妈因兜嘛。啊，迄阵阮也做过滴的哦。迄个哦，差不多要90岁啊。啊，滴的吼，迄个透早就用迄暗，啊，佮卡一粒卵。哦，这都。拢足营养的。啊，阮囡仔时阵是吼，足想要食。啊，佫有哦，我会记啦，以前年啊，节日拜拜吼，拢有拜迄土豆佬、麻佬。哦，你阵用一寡暗有无？啊，对，落去泡，好泡咧，泡好软，嘿，安尼就食啊。安尼嘛是一种食法。哇，这真的是，因为咱注意来吼，咱两个年纪差不多，我讲你较听，迄个大宝来吼，我讲伊反正毋捌食个。伊想讲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物件？对。哦啊，其实咱咧滋味吼，伊啦。头啊一定爱辣，啊辣你来迄个滚起来吼，迄米糊起来的时阵吼，就差不多唔免。下面开始滚就较袂掉鼎。对。来啊，我先甲切笋啊吼，甲切笋条啦。哦。切笋条吼，较有迄口感。对，做咩个？我即摆吼一边切笋啊，一边向想着，你规矩拢往山顶咧走，我看你吼。迄面册咧铺啦，什么？你规矩拢伫山顶爱种花草草。对。我甲你问一个问题，你捌种过笋啊？我是捌种过竹啊啦，啊，不过我种迄竹啊吼，迄是咧好看头的。哦，迄种无笋啊？毋是好食的啦。啊，笋啊，拢是别人种的。哦。别人种的，我嚟讲，阮兜迄遐吼，就是安怎，先看就先压。哦，算公家无限定，啥物人？因为吼，你咧增加迄风景头嘛，风头吼，你有时阵咧种竹啊啥，你就爱种迄个防风林嘛。即马有时阵伊迄竹啊不得笋吼，就先看就先。哦。唔差不多来咧出笋的时阵，迄时间大家都看用咧点啊笋，用咧点啊笋。你你就看到一个人吼，举一支吼，迄黏竹啊。盐味啦，对，看一个家鸡啊，盐味啊，你听过盐味就是镰刀啦，对。啊，看一个家鸡啊，淡遐呢，你就知影讲哦，这是要去挽竹笋。安尼即摆这笋啊，搁落，笋啊种来煮的袂要紧，笋啊就好滚，啊那差不多吼，好滚差不多10通分啊吼，迄味鲜透吼，是，咱等下先甲摕在边啊。哦，好，啊，再来炒咱的料。好。主要你看，这个滚炒10外分啊，因为今仔米有浸过，所以较紧。你看这其实米心已经透了，拢有透米心。伊内底无啊，佮无白啦吼。是。这个时阵吼，啊，即马迄拢要做迄个坑即摆。无，袂使。吼，迄摕到等下这点糜就无好食了。我等下再甲你讲为什么。来，咱再先掺咸者吼。先掺咸者。咱先掺煞盐条。啊，咱的迄比例爱安怎哩啊？咱的米加这水的比例。哦，对，足侪人咧问我，迄个咱咧煮饭吼，煮饭是1杯米，1
杯水，一杯水，对。啊，咱若咧煮糜的时阵吼，一般大部分你若要食较烤的吼，烤的，嘿，较烤的就是差不多一杯米，6杯水，6杯水，6杯水，哈。来，啊，咱这个时阵哦，好来，米心透了，咱就甲刷来饼，嘿，啊，去咱饼，互伊炖，哦，这叫做炖。嘿，这个动作叫做炖是有淡薄仔出力安尼，安正是炖诶。唔是啦，唔是迄个炖啦，唔是迄个炖哦，唔是，其实就是去咧，互伊用个温度浸咧，啊，互伊这个米吼豆豆开，伊内底迄个淀粉吼会释放出来，所以等下咧食吼会愈高，吼，迄足赞诶。啊，咱即摆来炒了，香菇甲虾米。啊，你今仔我学一招啊。嘿。那一般我若咧煮安尼，吼，我用。我这边大煮规鼎就拢落落啊。对顶你个落落吼，袂芳。嘿。啊，过来你就算讲你先欠芳。啊。欠芳了才过去。但是因为等你煮啊，迄米心头滚伤久吼，伊在芳味会拢走伊咧汤内底入去。哦。所以你等下咧食这个糜的时阵吼，食到嘴你感觉较无迄个层次感。啊，就规鼎这拢味拢吼。搞做伙。对，啊！你所以你即摆甲分开吼，咱等这料炒好，迄糜嘛都炖好了。炖好的时阵吼，咱材料即个倒落来，放落炒就好了。其实这香菇吼嘛是爱先用这油来小炒一下。是啊。香菇的香气吼会走出来。爱炒过这香，爱炒到吼安怎才好呢？至少你远徛咧，你就闻到香菇味。有味了。来。肉丝哈，今咱做肉吼，拢青的，所以我爆一撮油入来，爆一撮香油入来。那是这爱用赤肉啦，吼。嘿，赤肉。哎，那你若有三层用三层嘛，就是三层类吼，靠油那个爆啊。嘿，对。好，啊这炒熟了吼，炒熟花金条，这金条这个落来。嘿，啊，你这油葱落甲拌来条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咱这个边甲盘过来。好来。想要摕这个飞落去。所以讲这是炒好甲淋做伙。嘿，炒好甲淋做。唔是讲吼蛋落来啊做伙煮。无蛋落来，迄就你食吼。嘿。就无迄个层次，嘿，咱这个垃圾，真正是吼，真材实料，啊，这个胡椒粉吼，胡椒粉来撒一下哈，胡椒粉撒一罐，胡椒粉掺油葱啊，足下味的，啊，佮掺这芹菜珠啊，好，安尼就好了。这个德顺香菇肉糜，介绍大家这注意你。用会着，你总有一天你用会着。开始流嘴咯。紧学起。